罗西亚总统普丁2个在讲警告，若是讲罗西亚受到上规飞弹的攻击，有可能会使用核能武器。周刚联合国大会当咧开会，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指控讲，有收到罗西亚要攻击核电厂的消息。过去1个月，俄乌战争特别满2年半，为开战到暂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威胁无排除动用核武，伊立个召开联邦安全会议，正式设定俄罗斯使用核武的规则甲条件，清楚声明，若是俄罗斯受到中规飞弹的攻击，都有可能动用核武。Агрессию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любого не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о с участием ил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их совместное нападен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普京表示，若是发现俄罗斯国内发生包括战略也是战术飞行机、巡航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飞弹甲其他飞行机大规模为空中下境的攻击，都考虑动用核武反击。另外，盟友被俄罗斯若是受到入侵，伊嘛无排除动用核武。普京改变动用核武的条件，拄好是乌克兰毋望欧美国家会当同意乌克兰用稳定飞弹攻击俄罗斯的时间。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此是伫联合国大会表示，受到情报显示，普京计划要攻击乌克兰的核电厂。Now Putin does seem to be planning attacks on our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eir infrastructure, aiming to disconnect the plants from the power grid.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打透过卫星收集乌克兰核能基础设施的相关资料。当时阵，伊搁伫联合国大会质疑中国巴西提出的甲俄罗斯和谈的内容，认为会替俄罗斯提供会当继续战争的政治空间。对于战争毁损乌克兰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会伫2日宣布加快支援乌克兰重建的资源。而前总统川普伫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活动，就批评泽连斯基拒绝甲俄罗斯接机。当时阵嘛批评川普一直提供乌克兰经济甲军事的援助。Every time he came to our country, he'd walk away with $60 billion. He's probably the greatest salesman on earth. 川普强调，伊若是美国总统，根本袂互俄乌战争发生。若是伊11月搁一摆当选，会真正结束俄乌战争。伊毋过说无具体说明要安怎谈判来结束这个战争。我是新闻台是董炳耀。